啊，吐了凯，吐了象。E to the 栗子 to the J， 哈哈，我们没有哈到，没有默契。再一次，1、2、3，哈。本节目为科普拉斯全新单元，聊剧、聊电影、聊动画，又能同时开启你的客语新技能。剧不剧透，可能会哦。客不客语，好汉密，听声音，听下来，剧透客语 ，Let's go。这最近很像那个比利姐的那首歌，你会唱吗？哈哈，什么都不必说，是这个吗？对啊。真的吗？对啊，其实这样开场让我超尴尬，因为我就不是这个风格啊。对齁，是有点尴尬了齁。不过我们今天这样开场呢，其实是要模仿我们两个人都很喜欢的一部韩剧，叫做《非常律师禹英禑》。韩文怎么念？禹英禑。안녕하세요。有韩国人的感觉吗？我觉得你的长相很像韩国帅哥哦，是哦，你突然不会接了吧？不知道接什么？对，我想说有吗？我是觉得你韩文还不错，不过恭喜采访还是比较好哦。对，恭喜采访，而且都可以上嘅客家話係很好學。好啦，今日喺我嚟燒嘅老鴨鋪戲劇。跟这部剧有相关的内容，没错哈。今天要跟大家介绍《非常律师禹英禑》这部戏哈，推出的时候，我告诉你收视率超好，而且大家就是狂讨论，而且在那种 OTT 平台啊，还是那种全球非英语类的电视剧集收视排行第1名。我觉得能够有这样的讨论度哈，我觉得除了这个戏本身拍得好也好，或是有他的创意也好，我觉得最重要的事情是他带出了一个议题。不过我们先跟大家分享一下这部戏到底在讲什么。对，虽然它是一个律政剧，但是我觉得它一点都不严肃，而且是走一个很温馨又有创意的路线哦。那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它的剧情，我们用客语好了。好呀。主角禹英禑是一位自闭症类群患者。女主角禹英禑是一位自闭症类群患者。他基礎比萬人都好，自細就對法律條文總概記頭腦死度。他擁有過人的記憶力，從小對法律條文過目不忘。法學院第1名畢業過後，進入到動有名嘅律師事務所做律師。法學院第1名畢業後，他進入知名的律師事務所當律師，解決了一件又一件的案件，解決一件又一件的案件。觀眾朋友咪做得聽聽佢講下來學習成長，觀眾朋友也可以跟着他一起學習成長。所以那個律師的客語就是律師，律師，律師，海陸腔怎麼說？律師，律師，法律怎麼講？法律，法律。没有很簡單齁，沒動簡單，其實不好念但是呢，我們可以練習一下舌頭靈活度。律師，好，走的。好啦，這一部戲劇家有共動嘛，很受歡迎，還沒看過趕快去看哦。透過女主角呢，她有呈現了這個自閉症患者的各種面向，像是呢跟同事相處的問題啊，還有談戀愛時可能會遇到的一些問題。思瓊剛才凱翔講其實戲裡面討論了自閉症的愛情議題，那麼主流社會對自閉症呢還是有一些標籤，所以其實借由這部戲帶來一些討論，讓大家對自閉症有一定的了解，我覺得很棒也很重要。今天我們來到這兒，就是希望能夠透過女主角在劇中幾個比較常見的這個自閉症的狀態來跟大家分享，希望呢大家對自閉症的相關知識有更多的認識。對，像我原本呢就對自閉症其實不是很了解，然後透過這出劇呢，我覺得有認識了更多跟自閉症有關的一些知識。真的不過在這裡我要先講硬的我現在可以講一些比較硬的東西嗎？例如我要跟大家說到底自閉症患者是什麼。你要把它全名說出來啊。對，好，一塊寫到台大來講就是其實自閉症患者是先天性腦部結構或功能出現異常，它的全名是自閉症譜系障礙，簡寫為 ASD。
低。那么自闭症谱系的光谱范围非常的大，所以每一位患者的状态都很不一样，有没有很硬？那我说简单一点的，我们从剧中来探讨这个知识哦。毕总共第一亚在 T3C 剧中的第3集，这个事件主角企鹅彭秀呢，他虽然也是自闭症患者，但是这个彭秀他的症状就跟女主角是不一样的，对，而且是完全不一样的哦。对对对哈，不过自闭症患者通常都有几个比较明显的共通特质，就是我们可以在看电影的时候或是看戏的时候常常会看到的，例如说不太看人。他们会避免与人眼神接触，就是不会有那个 eye contact， 然后他们其实不太理人，缺乏同理心，所以没有办法分辨别人的情绪，当然对自己的情绪也就不知道要怎么表达，而且不太在意别人的回应，不擅长与别人互动，所以常常我们就会说啊，自闭症患者他们会有沟通与社交互动障碍。对，那这部分呢，其实在剧中也有演到像是女主角小时候啊，她爸爸不小心在她面前踩到玩具，然后她在那边喊痛的时候女主角她还是完全无动于衷的在那边玩玩具，有没有？对，可是她真的不是故意的，所以这就是我刚刚前面讲到的，这是他们在先天性的脑部结构或功能出现异常。对啊，还有一幕啊，那个我看的也蛮心痛的。哪一幕？哪一幕？就是那个女主角跟男主角在海边提分手我的那一幕，知道那一幕。那个男主角伤心的快哭了，你知道吗？对，然后女主角完全没有办法安慰男主角，然后反而在那边自顾自的讲起那个法律条文。对，我是觉得男主角那一幕是演得蛮好的，因为真的很伤心，可是他是不能好好讲，是不是？对，他明明就知道他是自闭症啊。对啊，而且你应该好好讲吧。对，而且你问他问题，他也不敢说谎，他就会好好回答，那就好好问啊。对，不过说到这边，自闭症患者可以是早期治疗跟辅导的哦，所以像这样的沟通跟社交互动障碍的问题，还是可以慢慢练习跟改善的。对，还有一个自闭症患者会有一个很明显的特征，那就是兴趣局限。对，像剧中女主角呢就很喜欢金鱼跟海豚。对，然后呢，所以她知道很多金鱼跟海豚的知识，超多，对，听到烦了那种。对，不过呢，说到女主角喜欢金鱼跟海豚，我觉得这部戏呢还有一个很棒的设计，我非常喜欢，就是女主角每次一有灵感的时候呢，就会不知道哪里吹来的一阵风，然后她的脸就会很飘逸啊，这样子。没有啊，就电风扇啊。你不知道吗？就旁边吹电风扇啊。重点是后面的动画。好，请说，请说。后面呢，就会开始有很多的鲸豚在那边跳跃。对，那个动画超疗愈的。对对对。还有呢，我记得就是在有一次的案件中会出现一个那个叫什么熨斗。熨斗，对，它明明是凶器，可是女主角呢，在她的眼里就变成是可爱的小金鱼。对，像我很喜欢那个第一集陪女主角一起上班游过大楼的那只金鱼出现的时候，除了有视觉上的惊艳，也觉得很娱乐。你知道我在说那只大金鱼，对，它在坐车的时候，而且它最后 ending 的时候啊，就是等一下，你不能讲，你剧透。好想说，不可以。反正就是很有那娱乐感。词穷了吧？穿插在里面，词穷了吧？好，其实除了这个兴趣狭隘之外，自闭症患者还有很明显的固着行为，这个是一个专有名词，可能大家听完之后说啊，什么意思？怎么那么难又这么硬？对，我一定要我就是负责硬的，好不好？我要讲一下，它是固定形式而抗拒改变的行为。固定形式和个不想改变的行为。好，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自闭症患者会固着某种生活作息或固定性、仪式性的行为。大家是不是还得你买意思？来简单的讲一下，我简单来说一下，例如上课一定要走同一条路，行同条路；玩具、车子、鞋子一定要摆得整整齐齐。玩器材和个鞋耶，听出来摆到齐齐。好，走对。所以在这部戏中，我们也可以看到编剧在女主角身上设计了好几个自闭症的固着行为。对，像是呢，女主角呢在进门前一定要数3秒，3、2、1，
还是123？它是123，你在那边。好了 ，anyway， 123或321都可以。再来呢，就是他吃海苔饭卷的时候，他连海苔饭卷里面的这个火腿的牌子都不能改变哦。所以唔得怪偏。韩公啊，吃中啊，大白宽给生要在海苔饭卷的时候，是在懂欢喜，吃的很开心。对，喂，我自己都去买这个材料来包饭卷呢。我还特地买了卷帘 L size 的，真的特地要卷一假的？个大饭卷，对。结果你知道我做出来变什么吗？什么？变寿司。什么意思？就是小小寿司啊。你卷很小就对了。不知道我不知道做起来感觉就是没有那种韩式饭卷的感觉，那种薄度，那种圆润。我做起来就是形状怪怪的。我觉得这就是技术问题啊，没有什么好讲的。对，不过你真的很入戏我是只有去那个中仑市场那边有一个阿爸的家常菜，是一个韩国欧巴开的那个，对，他就有卖啊。我是真的有去买，没像你那么嫌废啦。我觉得还是买现成的好了。没错没错。不过我觉得韩剧常常有这种美食的置入，我觉得很棒，像什么炸鸡配啤酒。黑黑的炸酱面配糖醋肉真的很多，对，还有辣炒年糕。像台剧也有啊。对对对，当然。我的婆婆怎么那么可爱？里面那个凤梨酥啊，也置入的很成功。对，你该不会有去买吧？你怎么知道？所以你应该是喜欢吃吧？应该是。但其实呢，女主角她还有一个固着行为，让这部剧呢很有记忆点，就是每次女主角呢她在自我介绍的时候呢，都有一段不能漏掉的 SOP。对，就是我叫吴用武，正着念倒着念都一样，黑吃黑，多伦多16时，文言文，言生言，吴用武。对，超有记忆点的，而且很可爱。我发现怎样？我发现我刚刚在念这段的时候有喘不过气，不是我的动作好像吴用武对，你的那个手指，听众朋友可能看不到，我现在看到那个寇以雄跟素油嘛，他那个手指就会很像吴庸武这样子，很可爱啦。在那边打节奏，对。不过像这部戏诠释自闭症患者的一些行为，其实还是有一些可以讨论的空间。但不管怎么样，它一定是一部很值得一看的戏剧作品。那么重点是因为女主角这种固着行为的自我介绍，就你刚才那一段快要喘不过气来的那个练习，就让我很有灵感。我就在想说，我们的哈嘎发。夯义地读听愁又动斗，一定也有很多这种正着念倒着念都一样的字句，所以今天我们要来跟大家分享哈嘎法地读正着念倒着念都一样的词汇。开箱我们都有准备，你吓一下大家。干嘛啦？我超爱吓大家的，来黑不黑，冲不冲，点不点，后不后？哇，不错中文就是是不是对不对，知不知道好不好啊？比较道地的讲法会说黑呀唔黑，臭呀唔臭，低呀唔低，好呀唔好啊！你们是黑呀唔黑，你每次都会那个你说唱山歌吗？对啊，黑呀落地黑，黑呀落地黑呀落地黑呀落地黑。我觉得这学很方便我们再讲一次好不好？是不是怎么讲？黑呀落地黑。不是，你认真点，认真点，是不是怎么讲？黑呀唔黑。那更简短的说法是黑唔黑那如果你都学不会，你就唱山歌。黑呀落地黑，对，就会学起来了。这首歌也是正着念倒着念都一样的山歌，差不多，可以这么说吗？差不多可以这么说。其实还有很多，对，像是呢，度四度茶蜜茶素田素行练行追紧追，慢，好慢对我们一个一个来。好，你刚第一个讲什么？度四度，度十度，为什么中间去屎？可能就是肚子里面会有很多的排泄物屎。对，所以这句中文就是肚子里。韩国还有这个茶蜜茶，对茶蜜茶呢，他们在肚子里面干嘛呢？素田素，手牵着手，心连心，心连心，还有嘴紧嘴，嘴亲嘴。是不是很好记？有没有把它连起来了？很硬，连得很硬。对，那其实还有很多像是关于利息也有像是利滚利利息越滚越多，就会人讲人，人吓人，十加十，十加十。等一下，为什么人吓人就会十加十？
就是你会一直在算钱啊，一直10加10 double 啊。好啦，可以啦，然后可以啦。你这边还可以举一反三，有没有？怎样？2加2 3加3 4加4 5加5 6停加6。停，黑公爱用讲，黑公爱用讲，真的是可以无限延伸啦。对，我觉得这算偷吃不行。好，那我还有很多比较客家的、比较道地的。听错，听错。比种讲嘞，人讲人，人挤人。真打真他是说正打正，那意思是人很多，一群又一群，堆打堆，堆打堆，东西很多，一堆又一堆，茶打茶，车打车，就是车子很多的意思。所以从刚才上面开始的正打正，堆打堆，车打车，这些都是很道地的客语哟。没错，韩国嘞，还有在斗伦斗，这是什么？加拿大城市的名字啊，走开。韩国还有 Oreo， 这什么？客家国语饼干呢？走开，退回。吃 Oreo 的时候还要搭配一下，喝这个口不口，渴不渴？好了，算你狠，算你狠，我们又没有业配，好冷哦，真的。不过大家一口气听了这么多，有没有觉得还蛮惊讶？其实竟然有这么多正着念、倒着念都一样的汉语，没错。不过嘞，这些很道地的客语呢，啲省发动中在生活当中要怎么来用呢？我来造句一下哈，像是呢，一颗梨子姐姐的桌上，给个冷的饮料，对大对。造得不错就是一梨姐的桌上零食饮料一堆又一堆，才没有好不好？没有，我要翻译啊，我要翻译给大家听啊。我桌上是很多公文跟脚本，好不好？好，三号嘞，还有没有咋？茶大茶，称大称。造句小王子，请。下班的时间，民间东路当风，茶大茶，坐前面的人。称大称，下班时间民权东路上车子很多，搭捷运的人一群又一群。对，那这边还有一个相关的形容词，就是大家我觉得也常常会用到的啦，就是人讲人。刚才有学过人挤人，没错，我每次上班的时候公车上都超多人，我就会说共产党人讲人动得人闹，很得人闹。上班时间公车上人挤人，真的很烦，很讨厌呢。对啊，是不是很好用？我其实很喜欢"得人闹"这个字，因为我觉得它写成中文的时候是得人恼啊，我觉得得人恼好可爱哦。凯翔，你真的很得人恼动得人恼你这样得你恼嘞？哎呦，反应很灵敏吗？没有，不好意思。我们来复习一下。好，我们再来复习是客语时间。四线腔，人挤人，人讲人，东西一堆又一堆，堆大堆，车子很多，茶大茶，人一群又一群，称大称。海陆腔，人讲人，人讲人，对打对，对打对，叉打叉，叉打叉，亲打亲，亲打亲。好，接着是生活必学的疑问句，我们刚刚前面有讲到，来，对不对？错不错？是不是？嘿不嘿？知道吗？敌不敌？好不好？好不好？蛮好的。以上帮大家整理就是客家生活里面常常会用到的正着念、倒着念都一样的行语。如果大家有想到其他的，我觉得可以留言给我们对啊，可以有一个很好的交流。没错，可以留言在底下哦。那记得订阅我们的科普拉斯，收听剧透客语 Let's Talk and 张的聊，拜拜。哇塞，这真的很难耶，你要不要挑战看看？换你。我不要。好，我试试看，好，你来。我叫吴庸武，正着念、倒着念都一样，黑吃黑，多人多，石榴石，文言文，盐酸盐，语音语。英语吴庸武，面对面，有啊有，手牵手，心连心，嘴亲嘴，好不好？对不对？人挤人，红好，丑不丑，音降音，对答对，差答差，情答情，信连信，手骗手，掌声鼓励。喂，救护车吗？请帮我叫。